镜头转来咱国内，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才拄煞过，罗清德就随国强调讲，伊批评侯友宜甲中华民国的宪法甲九二共识连做伙，会带来灾难。若侯友宜是回呛罗清德讲，完全都是支持台独，无认同中华民国。另外，郭文德是继续批评这两个对手，辩论的时阵拢伫咧乌龙世道，拢伫咧闪伊的问题。 看到有小学生支持者提联络破要来签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罗清德写学业进步勉励，大选斗胜进前黄金周晚，连走双北桃园拍拼催票，前一港辩论会话题持续议论。罗清德本来要批评国民党侯友宜甲中华民国宪法当作两款护国神山会带来灾难，毋过伊老讲宪法两字引起议论。毋过罗清德有讲，让做家己做总统会依照宪法推杀国政。 把中华民国宪法跟9·2共识混为一谈，而且说成是中华民国的护国神山，我认为这种说法对台湾是危险的。未来我当总统的话，我当然是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还有现有的法律在推动国政。请问赖清德，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宪法有什么无共款？你说会带来灾难？ 就是你内心若是支持台独，你即摆是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呢，不能老是做忘恩负义的事情。侯友宜应讲，罗清德都是支持台独，无认同中华民国。侯友宜规假行程安排伫中华扫票做势，要稳定中部的支持度。国家捌停郭台铭则退党的议长谢典林做伙代表整合完成。另民众党郭文铁是伫新北竞总召开岁末记者会，批评哪列对手辩论的时阵拢伫闪问题。赖清德有回答我的问题的，只是都讲错啊，越讲越糟糕。侯友宜比较聪明，就通通不回答。 一个是不认同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共支持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呢，遇到我的问题都会很会闪。郭文铁嘛宣布今年元旦会去台东看上早的出日，所来初二至12会甲府区5兴营分路进行全台大扫票，两个人一男一北去关城市拼最后的选情。记者综合报道。